好多朋友埋怨我，哇！成日淨係掛住講維根嘅盤，有冇可能講下啲煲騰嘅盤呢？嗱，今次介紹一個超正嘅煲騰新盤俾你。呢一個係2024年嘅新香港人村嚟嘅，因為已經有10幾家香港人搬咗入嚟啦。呢個盤真係正嘅，有冇興趣先？嗱，跟我一齊入嚟睇下呢間3房嘅現樓，呢間個標包你中意嘅。Let's go。今次要介紹嘅就係新晉北歐風發展商 Northstone 喺煲騰嘅新項目 Arie。喺我平時帶客人去睇樓嘅時候，只有2間發展商嘅屋係可以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一見難忘嘅。一間就叫做 Countryside， 而另一間就係今日嘅主角 Northstone。Northstone 係 Peel L&P 集團旗下嘅品牌，總部係設喺曼城嘅 Media City。點解喺呢度？因為 Media City 呢壇嘢就係佢哋集團一手一腳搞出嚟噶啦，由一塊爛地變成而家無人不曉嘅商業用地，有實力之餘仲非常之有遠見添啊！佩服。Northstone 嘅屋喺外形上面同其他嘅發展商係好唔同嘅，因為佢係充滿北歐嘅味道，一入屋苑就好似入咗個童話世界一樣，真係好得意噶。而根據發展商所講呢，佢哋嘅屋係唔會提供車房。原因係佢哋認為多咗車房就會令到屋苑嘅綠化空間少咗，同時啲路又會窄咗，居民嘅生活質素仲會差咗添。所以佢哋寧願將啲路整闊啲，啲樹種多啲，啲人啊開心啲，都唔整個車房。雖然我覺得兩者係完全冇關係嘅，不過正所謂聽估就唔好博估咯。Postcode BL3 3GN 位於保頓嘅良好校網區。所以屋苑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哋嘅校網啊！附近6間小學全部係 outstanding 或者係 good 嘅水平，最近嗰間就係 Heathfield Primary School， 步行5分鐘就到，成績係全國最叻嗰9% 嘅學校。最重要係冇超額收生嘅情況，唔使跨區返學啊！而大部分附近嘅學生都會升讀 Ladybridge High School， 屬於 Ofsted 入邊 good 嘅水平。Ofsted 對佢評價都幾正面㗎。例如佢哋話學生係會感到學校係安全嘅地方，因為有問題嘅時候都可以揾到傾訴嘅對象。直接啲講，我哋呢啲新移民最怕就係受到一啲不必要嘅歧視同埋成見。學校如果係重視呢個問題嘅話，就會令到我哋嘅子女更加快適應同埋更加容易融入到呢度嘅社區啊。不過屋苑嘅缺點就係步行範圍之內係去唔到超級市場嘅，係必須要揸車嘅。但係揸車就方便啦，3分鐘就可以去到 Asda 超級市場，一條路10分鐘唔使就入到保頓嘅市中心。去 Bolton Market 買餸係好容易嘅。唔揸車嘅話，屋苑門口亦都有巴士站，有3架唔同嘅巴士都可以去到最近嘅超級市場或者 Bolton 嘅市中心。所以媽媽唔揸車一樣生活到，唔使睇人面色做人嘅。仲有屋苑一轉上嚟就可以上到 M61 高速公路，所以要入曼城嘅市中心或者唔同嘅地區都可以好便捷，唔使怕市區塞車，揸 D 數都冇問題啊！重要公告，我哋誠實不動產已經正式成為咗 Northstone 嘅指定合作夥伴啊！現凡購買 Northstone 旗下任何項目、任何單位，本公司一律係免佣嘅。最正嘅係，只要你喺購買嘅時候講出我哋嘅專屬優惠碼 BRIGHTTIME，就可以喺成交日嘅時候收到一個4位數英鎊嘅現金回贈啊！嗱，雖然我真人係真係靚仔過上鏡嘅，但係我明白唔係個個都想見到我嘅。如果你係直接同發展商購買嘅話，只要你能夠講出呢個專屬優惠碼 BRIGHTTIME 嘅話，你都能夠享有到呢個優惠嘅。簡單嚟講，入去搭我朵就有錢送俾你，係冇正先。所以幾時都話識人係好過識字啊！而今次嘅項目 Arie 總數提供105個單位，以3房同4房做主打。而家賣緊嘅係全個屋苑最靚嘅 face， 因為好多都係對住一片綠油油嘅牧場景觀，唔使樓望樓啊。而你啲房嘅窗就會望到好似一幅又一幅嘅畫一樣，堅靚啊！2房最平賣緊225000磅起，3房就係28萬磅起，全部搭我朵都有折啊吓！揾4房嘅朋友，今次嘅誠實推介就係50號單位 ，House Type 1370，即係1370尺嘅意思，係全個屋苑最大嘅開積，東西坐向，4個私家停車位，正門係對住綠油油嘅開揚景觀，
價錢係399950磅。室內片段我仲未影到，因為未起好，預計係今年8月收樓。但係我就拍咗44號單位，另一種4房獨立屋嘅全屋室內片。立即上我哋城實不動產嘅 Facebook 同埋 IG 感受下有幾正啦。其他推薦嘅4房單位包括72號啦，零零舍舍自己一間獨立屋，成個開揚景觀俾你霸晒。呢間賣緊365000磅。另外仲有63至65都係靚景觀嘅，預計收樓時間就係今年2024年嘅10月份。而今次嘅超誠實推介就係75號單位，大單邊3房獨立屋，連2個平排停車位，正門向正南，景觀係非常之開揚，售價係34萬磅。另外仲有5% 嘅 discount， 同埋仲有4位數嘅現金回贈啊！全屋實用面積1050尺，樓下係飯廳同埋客廳，中間有個洗手間連雜物房，樓上就係3間雙人床房。主人房嘅設計真係內有乾坤啊！即刻帶大家入嚟睇下75號單位嘅真身先啦。黃色嘅外牆再加埋三角形狀嘅 gable roof， 係咪好有歐陸式小鎮嘅風情呢？最緊要留意佢啲窗啊，係好大隻，好多都係落地玻璃嚟噶，所以室內嘅感覺係好正嘅。停車位就喺你面前平排泊2架車，同埋呢個單位最正嘅地方就係因為佢真係大單邊，就係可以俾你望到晒出邊成個綠油油嘅景觀。喺屋內望翻出嚟係真係好正噶，一陣間你就會見到噶啦。而家我拍嘅時間咧係下晝2點鐘。嗱，呢日就真係風和日麗嘅，由於正門係向南嘅，所以由朝頭早到黃昏都可以有陽光曬到入屋，舒服。前院無論係啲地磚定係啲植物，發展商都已經做埋俾你噶啦。再換另一個角度睇下，其實成排屋只係得呢一間屋係可以享有到咁開揚嘅景觀，值錢啊！留意呢間屋係現樓發售嘅，而家你眼見到嘅嘢全部係包晒。呢個亦都係 Northstone 同其他發展商最唔同嘅地方，就係佢一個價錢已經包晒絕大部分嘅嘢俾你，你唔需要另外再俾錢 upgrade 噶啦。甚至啊，連而家你見到地下嘅 Emtico 木地板都係做埋俾你，所以價錢隨便有聲，真係有着數嘅。一入屋左手面就會揾到客廳，客廳同走廊之間就做埋一個屏風俾你。我自己就會傾向將個電視櫃擺喺呢個屏風前面，然後電視機就擺呢邊，用我而家企緊嘅位置放 sofa 嘅，因為咁樣就可以用晒呢度成幅牆噶，你擺幾大嘅 sofa 都冇問題啦。呢個客廳係有4大賣點嘅，第一，落地玻璃，景觀開揚，陽光真係非常充足。第二，呢度嘅樓底係比一般發展商嘅2.4米高，視野廣闊之餘，空間感仲更加足添。第三，樓底高之餘，佢係唔做吊燈嘅，而係做壁燈。如果換晒做 LED 燈膽嘅話，就更加有玩味啦。第四，再望翻嚟呢邊，有冇發現佢係少咗啲乜嘢㗎？俾3秒時間你諗下，3、2、1，答案就係冇門嘅。除咗客廳係冇門之外，飯廳位置都係冇門嘅。呢個就係佢哋北歐風設計嘅重點啦。我自己就極度中意呢個設計嘅，最討厭就係英國嗰啲門好累贅嘅。今次入嚟我係特登唔開啲天花燈嘅，因為我係想俾大家感受一下佢哋做嘅落地玻璃係真係帶到好多自然光入屋嘅。即使花園係向北，現時2點鐘唔使開燈，一樣係好光猛。廚房就呈 L shape， 灰色嘅櫥櫃櫃門，再加埋白色嘅石台。爐頭側邊就做咗個筷子櫃，筷子櫃下面都仲有一個櫃，全部做晒 soft closing， 梗係正啊！發展商就包4頭電磁爐，就冇明火煮食爐嘅，因為北歐人係唔會炒蜆嘅。星盤隔離仲包埋個洗碗碟機，另外當然係會包埋焗爐同埋單門雪櫃啦。洗碗碟機就係 Hoover， 其餘都係用海爾啊。係你唔中意嘅，我咪送咗米奇老鼠貼紙俾你遮咗 logo 嘅咯。如果你係選擇買一啲遠期樓花嘅單位嘅話，其實發展商係可以俾你選擇客廳同飯廳嘅位置對調嘅。你中意客廳大啲又得，中意飯廳大啲又得，悉隨尊便。
不過我個人就比較中意飯廳嘅對住花園嘅位置嘅。詳細可以睇翻我介紹 Northstone 另一個項目 Tunak 嘅短片。廚房位同飯廳位分別都有落地玻璃去引自然光入屋。後花園平整四正，無論係地磚定係後花園草皮，發展商都已經做埋俾你。即使係向北，但係有一半嘅草皮都可以有陽光曬到。好，轉過嚟再介紹埋中間嘅賣點先。呢間房發展商叫佢做 Lutinity， 就係洗手間 Lut 同埋 Utility 雜物房嘅二合為一啊！發展商唯一冇包嘅電器就係洗衣機，但係佢已經預留咗空間俾大家擺洗衣機入去呢一間房入邊。洗手間位就鋪咗半磚，洗手盤亦都係呢個位置。而喺對面嘅就係樓梯底嘅一個雜物房，雜物房入邊都做埋盞燈入去啊！細心。未講完㗎，呢間屋大把賣點啊！跟我一齊上嚟睇埋樓上3間睡房先啦。樓梯開始係全部鋪地氈，第一間睇嘅就係主人房。主人房你都會知噶啦，個賣點就係落地玻璃啊嘛。係啊，啱啊，但係唔止噶，佢係 triple glazed window， 3層玻璃嚟噶。床頭就對住呢幅牆，左右兩邊床頭櫃就有4個電掣位，床頭櫃上面就整咗2盞吊燈。主人房係向南嘅，所以陽光係入到屋。而家成個項目嘅地盤當然係未整好，但係整好咗之後，大家可以幻想下綠油油一片嘅景觀就喺你眼前啊！正。轉過嚟望下呢度有3扇趟門嘅，中間就冇乜特別啦，有2個電掣位可以整啲層板上去，擺下啲風筒啊、啲垃圾嘢咯。左邊隻門入邊有隻好大扇嘅窗，唔入去住，有埋個關子先。右手邊係個套廁嚟嘅。係咪估你唔到呢？我初頭以為真係普通一個衣櫃咋，真係特別。特別在係趟門啊！你有幾可喺英國見到 ensuite 係用趟門噶？企缸全磚有花灑位，仲送埋個鏡櫃添。好啦，翻返嚟左邊對門，呢度係一個衣帽間嚟嘅。衣帽間最大嘅作用，絕對唔係用嚟換衫，而係用嚟揀衫嘅。所以係需要一隻咁大嘅窗、咁靚嘅景，先至會俾到你開心愉快嘅心情，揀到你今日想着嘅衫嘅。再睇一次啦，唔係講笑噶，呢個景整好晒之後真係好靚噶。一邊就係綠色嘅田園風景，一邊就係歐陸式嘅小鎮風情，加埋啲藍天白雲，真係掂晒啊！主人房對面就係另外2間睡房，斜角門嘅設計。第2間睡房同樣都係落地玻璃，放到雙人床，景觀就係望住後花園。後花園後面仲有一排樹隔一隔對面嘅屋，私隱度係更加之高。而門嘅後面就能夠放到衣櫃，斜角門嘅設計就能夠巧妙地偷到少少位，俾你放到一個大啲嘅衣櫃喺呢幅牆嗰度。醒目。喺 Bolton 其實係有一條好出名嘅香港人村。嗰個屋苑就係位於 BL5 West Totton 嘅 Salcash， 入面保守估計有4至5成嘅住客都係我哋香港嘅家庭，而發展商正正就係今次我哋嘅 Northstone， 所以 Northstone 嘅屋無論喺外形上面定係室內嘅設計都係好受香港人歡迎。而家嗰邊嘅單位仲有一間3房半獨立屋，賣價都唔需要30萬磅，而且仲有我哋 Brightime 嘅特別優惠啊！有興趣立即上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上面睇下啦。家庭浴室又係做晒所有嘢噶啦，浴缸上面係全磚，另外仲有花灑位，再包埋地板同埋送多個鏡櫃，真係冇乜特別嘢需要額外花費去整噶啦。呢啲係咪就係叫做拎包入住啊？而正門隔離呢，就送多一個 parcel box， 入邊除咗有信箱、電箱同埋煤氣箱之外，其實上格仲係一個收件櫃嚟嘅，有速遞送嚟嘅時候，速遞員就可以直接擺你件上去。最後仲送埋個 double socket， 2個電掣位俾你啊！好啦，就係咁啦，有興趣嘅朋友立即聯絡我哋誠實不動產啦。記住都係嗰句啊，得我朵係有折嘅，係真嘅。我係誠仔，誠實地產仔。記住呢個世界係冇完美嘅屋，只有適唔適合你嘅屋。下週再見。
拜拜。